有一台車一經發售就獲得年度進口車、10大性能車、世界10大最佳汽車之一，以及連續7年被 Car and Drive 提名納入10大優秀汽車榜單，成為當時車界嘅明星車型。佢就係第4代日產 Fairlady Z32。之所以有咁多成就，離唔開日產對呢台車嘅研發升級。呢台 Z32採用 CAD 程序開發，通過計算機建模同計算分析，讓 Z32喺外觀同埋動力之間取得完美嘅比例。動力方面搭載雙渦輪引擎 VG30DETT， 可以爆發304匹馬力、384牛米扭矩，0百加速6秒以內。仲有 GTR R33同款嘅 Super Hi-Cast 4輪轉向系統，讓 Z32無論係過彎定係提速，性能都十分強勁。再加上 Z32人氣火爆，吸引咗好多大神對呢台 Z32進行重度改裝，並且能夠超越眾多跑車嘅速度。例如呢台由日本兩間著名改裝店 Zoom 同 Blitz 合作爆改嘅 Z32，馬力超過1000匹，喺美國進行極速測試，最終取得419.84公里每小時嘅紀錄，成為當時世界最快道路車。而最令人感嘆嘅係 Z32誕生嘅年代係日本經濟泡沫最嚴重嘅時候，而喺嗰種環境之下，日產仍然能夠打造出呢台放眼喺全世界都十分耀眼嘅 JDM 跑車。更多關於呢台 Z32嘅資訊，可以到懂車帝 APP 查看。